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总统赖清德就任免满一个月啊。赖总统接受美国《时代》杂志的专访，讲到两岸的关系。赖总统是强调讲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属于对方，这款讲法是事实，毋是咧起无空。而且前总统蔡英文甲马英九嘛拢也咧讲过，针对专访的内容，马英九办公室是批评赖清德用新的两国论挑工斗智，要欺骗国际。 头一摆出席高阶文官的开训典礼，总统赖清德表示，人才是国家进步的关键，对国家优秀的公务员提出落实净零转型，加速融入 AI， 强化面对挑战沦陷的三大期待。全世界正面临各种挑战，台湾必须持续增强国家实力，提升因应能力，才能够成为可以沉着面对各种挑战的 韧性国家，各位高阶文官责无旁贷。就任未满一个月，《时代》杂志伫前一天刊出赖总统的专访，正做伫美国总统拜登、泰国新任总理赛塔了后，今年第3位出现伫《时代》方面的国家领袖，也那伫就职演说当中讲到，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互相无附属的两岸论述。赖清德强调讲，是根据事实陈述。 完全无起哄的意思，佮卡指出家己毋是第一个讲的，包含前总统蔡英文、马英九连来拢讲过互相毋附属的立场。毋过马英九的办公室批评赖清德的主张是新两国论，以文字的游戏欺骗外国媒体。赖清德总统的两国互不隶属是新两国论，那马英九前总统讲的两岸互不隶属。 是两岸同属一个国家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所以到底是两岸还是两国？我希望总统府今天也要说明清楚。马办质疑新两国论。我们查遍了中华民国宪法任何一个条文，中华民国并不隶属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，所以说互不隶属，既是客观的事实，也是台海现状。陆委会重新强调，赖清德所讲的是符合现状。 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，赖总统伫专访当中表明依护台湾主权，也向全世界发出善意的声音，也若希望这种善意，中国的领袖也会当听得到，互相之间有更较好的发展甲交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